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雷蒙穆迪博士嘅《死後的世界》，用150個真實嘅個案故事，畫出一幅關於死亡、色彩斑斕而又溫暖嘅圖畫。穆迪博士透過呢本書，唔係要說服任何人相信死後世界嘅存在，佢係想邀請我哋用一個更開放嘅態度去面對生命嘅終極問題。未知死，焉知生，就係呢本書帶俾我哋最深刻嘅啟發。如果我哋唔去凝視死亡，就冇辦法真正明白生命嘅意義。穆迪博士話，我哋死後會進入另一種存在狀態，又或者另一種意識狀態，係同我哋而家嘅現實極之唔同，以致用我哋嘅語言根本冇辦法去描述。透過死後的世界，我哋一齊窺探咗死亡嘅現象、靈魂離體嘅自由、黑暗隧道盡頭嘅光、充滿愛嘅光之存有、全景式嘅生命回顧、神秘嘅邊界同體驗者重生之後嘅生命改變。呢一切帶出一個重要訊息：死亡並唔係終結，生命確實會繼續存在。書入面傳遞咗一個好重要嘅智慧：生命就係學習嘅過程，每一個經歷、每一個相遇、每一個錯誤，都成為靈魂成長嘅一部分。而呢個成長唔會因為肉體嘅死亡而終結。願你帶住一份平安，一份溫暖，繼續你精彩嘅人生旅程。